由議員蔡宗豪結合台南市民主協會，甲着台南市里政文教協會共同舉辦阿瑪尼坎眷村文化美食節，將要伫個1月29佇北區的開南街來舉辦。2月6號下午特別選佇個議會召開活動宣傳的記者會，包括市長王偉哲、副市長江林煌以及社會局長、北區區長、甲着里長攏到場為活動來宣傳。對於這個眷村文化的保留，以及在文化的層面上，能夠讓更多人認識、了解眷村文化變得很重要。那飲食，台南作為美食之都，那能夠借着飲食來帶路，借着美食來帶路，來讓大家對於眷村的美食，進而了解眷村的文化，進而了解眷村在那個大時代的背景。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模式。其實我們振興公園旁邊這個原美國學校就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地方。那旁邊其實周圍也有很多的眷村以前的國宅。那眷村文化本來就是我們整個當地文化的一個回憶。那要感謝就是我們的主辦單位金市長，還有我們的王里長把這個眷村年貨大街這個文化一路向北帶來我們的北區。那地點就選在我們里長振興里這邊。那場地大，那也是很有這個原本那種中美建交那種回憶，然後所以我想要感謝他們之外，也要跟大家分享這次的活動其實有很多的喝康很多喝康，等一下會讓主辦單位來跟大家分享。那最棒的就是這個過程就是說大家來採買當中，其實也結合我們社區的公益還有一些義賣等等，邀請大家這位來踅年貨大街。負責設定的主辦單位之一南營眷村文化館的館長金冠宏表示，活動的形式以年貨大街為主軸，結合各地眷村的特色美食、傳統的年節小吃，加上文化展示，希望重現早年眷村過年時熱鬧溫馨的生活場景。我們的18攤就是那個純眷村的各式的那個他們的，不管是香腸臘肉啦、獅子頭啦，還是說像南京板鴨這一類，屬於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個眷村的攤位。那我們的年貨攤來講的話，就是包含那些香菇啦、瓜子啦、花生這一類的。我們含眷村攤加起來的話，我們是超過60%。那我們如果說一般的那種市集的攤位的話，我們大概只有2成多，所以我們是一個非常非常具有非常道地的一個眷村年貨的一個市集。那除此以外呢，我們的公益攤大概也只有大概佔了大概是要1成多，所以我們是這一整個這樣子算起來的話，我們其實是把公益跟所謂的我們這個年貨是做一個非常完美的一個搭配，包含像很多人可以在那邊可以去認養寵物，我們要用那個認養來代替購買。那除此以外呢，我們每天早上還有準備那個就是200顆包子，我們是從第一天就是禮拜4到禮拜天這4天呢，大家只要能夠打卡分享，然後我們就會送1顆包子。主辦單位表示，這間活動除了文化加上美食的展現以外，同時嘛結合社區的參與加上公益的元素，為社區加上公益團體的義賣，讓年節的氣氛唔淨是消費。更加希望能夠傳遞溫暖和善意。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